天伦，早安。时间咧过吼，非常的紧。如果一个月一次，而且起费班，因为今年已经进入了第二班的起费班，因为这个起费班，互咱今日同修内底，会当这个语言，来这文化，来这参悟修道。阮参悟着这个修办的这个工课，因为是安怎，咱一定爱参悟这个修道、修办的这个工课，因为修办到，咱才有迄个能量，有迄个能量，迄个能量就是讲，那以咱的社会，医学界讲叫做能量，但是以宗教界讲叫德性，迄个德性。但是一个人袂使无德行，一个人袂使无能量。这个人若德行，这个人叫做哪？叫做格外之人，叫做界外之人，叫做慧人、慧慧的人。因为伊的品格，伊的品格完整，安尼叫做格外。所以有阵时咱做些囡仔，社会囡仔。咧叫咱的老爸，咧叫咱的老母，叫一个足简单的物件，安怎叫？阮老伙阮老伙因为咱生一个囝足好水的，叫咱过不去所以感觉怪怪，恁会感觉怪怪袂？感觉怪怪啦阮查某老的，阮查某老的即阵想讲伊的太太甲伊的先生咧感觉足怪。这就是咱人一个讲话的一个艺术，讲话一个素养。因为爱经过参悟，经过学习，因为咱一定要知影，一个人是当有具备了三性九品，上三性、有中三性、有下三性。这三性叫做品，因为下三性叫做小性。中三性叫做中性，上三性叫做上性，安尼叫做三性九品。最起码，咱爱有入去迄个性的内底，迄个品格内底。毋过呢，咱甲想想咧，咱人生来讲，这个世间咱拢是咧拼啥物件？咱拢是咧拼经济，咱拢是咧拼物质，咱拢是咧拼咱的家庭，为咱的家庭牺牲一世人。为咱的囝儿一世人，为咱的囝儿牺牲一世人。后尾咱的囝儿大汉有生气咱家己叫咱是查某老，甚至是老伙因为咱讲人不教不得义，业不道不生气。因为这个话，毋是讲咱条面讲这个话，嘛毋是讲咱爱去讲这个话。因为有阵时咱毋捌一个尊重。毋捌一个尊重啦所以变成讲一个足简单的物件，造成了有阵时咱会感觉咱讲一句能量就无去，所以咱来讲我查甫老的，阮查甫老的这叫做阮家的老人啦我家的老人这是老人，这是一个好代志，因为老人是一种伊的德性有过，那叫做老人。阮家父，是阮家母，是阮妈妈，是阮爸爸，这种可以叫，因为阮家的老人，这也可以叫。我家的老人，就是讲阮老爸，阮老母，这种会当叫。但是因为这个物件，有阵时咱会知影迄个老就是一种德性，一种德性的显现。因为咱对咱的人，咱对咱的爸爸妈妈。做种德性的显现，安尼啦有阵时咱外口人听着讲，这个人真正对，听着你讲话，就知你有尊重你家己的四大人，无尊重你家己的四大人。咱听着你讲话，咱就知影。咱毋是点爱讲的，你听无？咱毋是点爱讲这个话，因为咱都要道理道场，嘛无人甲你教，安尼。所以呢，无人甲你教。咱就听外口讲，阮查甫老的，阮老伙安尼听着咱想安尼，
顺那时候那以小的人讲，那时候顺利啦，啊，就那时候人叫，伊是安尼叫对啦吼。但是伊当中就是咧甲伊讲，因为讲迄个话，迄个一个话会当往正能量走，一种话会当往下，往负能量走。你即句话，你讲正能量，一定有，有你的价值，有你家庭的价值，有你囝己的事业价值，有你的这个成就的价值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讲话的德性，叫做口德。啊，因为这个口德，因为咱一般顶个社会人来讲，你讲的唔通讲那口德，唔通做口业无？那个啊，就是唔是口德，就是口业啊，敢是安尼吼？但是咱若无经过学习，咱就讲口德个口业，其实咱讲口业咱唔知影。啊，其实也讲一句话，咱来讲有价值的话，讲无价值的话，当然讲有价值的话，因为咱讲上下人学到后啊。由于咱人生的过程的内底当中，咱家己讲一句话，咱无小心，咱嘛无注意到呢，咱嘛唔知影呢。有人听到咱讲，怪咱唔知影吼，所以咱讲来讲，要有正语，正语健康的语言，用一种正确的语言，你做正确的语言。风听起会舒服，风听起会欢喜。我讲欢喜，毋是讲要同口谈的意思。如果你讲出这个语言有下着一个格啦，一个格啦，这个叫做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今日来到这个道中，那我就是咱讲吃下到咱呢，咱讲学无止境，无简单。咱就是因为伫这个世间的当中，咱家己要承受咱一个价值的人，是毋是咱家己爱去小心，爱去谨慎，毋通不当人讲，爱叫做戒。迄个戒就是讲叫做谨慎。咱讲话爱谨慎，做代志爱谨慎，处理代志爱谨慎，敢是安尼？谨慎。人与人的相处内底当中，两是一个艺术。人与人当中了是个艺术，其实咱若有一个一年有高尚理解超前代，讲叫做鉴别，如果正确的正确的方向，迄个鉴别就讲，咱你修文的内底当中，你的看法，你的处理代志袂使偏激，袂使偏激啦，安尼叫做鉴别。但是咱有顶些是一个法律上处，你安怎袂使偏激？我家己嘛毋知影咧。我家己嘛不比咧，所以我常咧讲，偏见当作正见，因为由于咱咧修学的内底当中，迄有一个品格、品味的人品味品格的人，但是咱讲无正见的话，咱人当然咱会失去了迄个价啊，毋过呢，有道理讲有正见了，才有正思维两个月。咱家想看卖啊！咱伫修文的内底，咱的思维足重要。你的思维拢正，爱思维拢偏。有阵啊一句话，人咧讲的无心的但是伊想足济，想足济物件安尼咁听，安尼讲正思维，迄思维够正。其实咱来看迄个人是雕工，要甲你修理的，还是伊真正无心的？如果讲伊真正无心的，讲出讲。互咱听个袂作舒服的，伊嘛是有正见的，伊嘛是无正见，是伊表达的艺术较毋好尔，敢是安尼？但是咱今仔日，迄个思维我讲出来了后，无小心讲出来了后，有阵仔一句话，毋是我心有意，但你甲记死人，记死人呢？安尼有前途，我讲的正思维，你讲有前途，因为我是正见的内底流露出来正思维啊。但是你偏见了后，流出来叫偏思维啊，迄个营造力。所以这是一个艺术，嘛是一个修学道的的水平。什么人上歹到底？什么人上歹到底？你甲讲，人甲人上歹到底？你听无？人甲人上歹到底啊！你要甲只大枪做伙，你只大枪搞偏对不对？你只大枪
你甲看得怪怪啊？哦，你只好较哦，但好有迄个驯服困好迄个师傅吼，你只好甲迄个时阵啊，安尼个教的时阵啊，会跳飞空咧，会跳人的意思去行，迄只后遐学法，迄只搞活动教互伊做表演咧，当时安尼，所有动物的人类当中，哦，因为拢介意咱人的心上，咱人要叫安怎安怎呢？敢是安尼？安尼，这动物天顶咧飞的动物，地上咧走的动物，海上咧走的动物，你想海豚，哦，你迄海妖，迄种我感觉教互伊表演咧，敢是？所以安尼看起来当中咧，因为咱人上歹去含好这个动物，人上含好动物，伊就去讲人的思路者，伊若要一个证件了后，伊的思路足济，人。你今日遐要一工两工无代志，你会感觉没有事情。3工4工就开始有问题出来了，5工6工7工，问题就愈来愈济出来了。因为内心看是真满满，受过几工啊就真含起来。是啥物件？问题出伫什么人的身上？因为咱的知见开始咧未接受啊，咱的知见开始咧未合。其实咱的知见偏去了后当中，咱拢认讲我是对。我是正确的，其实迄是一个什么物件？迄是家己无去讲，家己骗去了后，无家己的思想调到倒来，什么人讲话你就袂合，安尼讲听有意思。所以修道要修安怎叫做顺利，修道要安怎修叫做顺感，这毋是对别人的心上去调整，是对家己内心世界去调整。一个人若啰嗦。一个人的思想偏见足大，你去先去甲斗阵就袂好势，你要相信无？佮先去甲斗阵就袂好势，因为伊的识知识严重。哦，若讲伊心里有鬼，就是心里有鬼，伊心所想出来迄个鬼头脑，就是专门咧偏见物件。但是我请我请问咱讲意见问题，咱今仔日修就是要修这个。因为你有这个思想，后你来去世界，这是什么思想？后你来去世界，嘛叫回归到出生的第五个思想。因为按照讲，你心有鬼嘛，就到鬼地方去嘛，当时呢，若你心里有佛呢，当然你要发菩萨去啊。但是你要安怎把咱的无间好听道理，毋是大只个一号老经，毋是要做一号趣味。我听道理就是真正要甲我众生的知见，我甲。心里有鬼的整个不正见的思想要调整过来，对咱调整，对咱家己调整，因为时时刻刻就是安那来反省家己。通信人来讲，一个三性模式，为你无就不中好，你中好就不行，我就不行好。这就是讲因为家己一直咧反省家己，对。咱的时间无改变，人无咧学习，因为最后一年咯，你想我这已经19岁。69岁啦，过去安怎讲，人失杀来安那，过来去啦，毋是人生是种大开始啦，迄是拢讲安慰啦，对不对？人生70就过来去啊，你听有？自古以来，70岁到70岁啊，食60岁就叫做中寿啊呢，叫做两寿啊呢，30岁一寿呢，60岁两寿呢。安尼叫做30岁、60岁，叫做大寿呢，叫做60大寿安尼。敢是？我60大寿，我今2年30年岁啊，我今年69岁啊，我有大寿无？我甲70岁啊，有过来去无？我去偌久时间，人做啥物这样计算？真正呢，这世人来，咱若无真啊下定决心，甲家己的知见、思想的物件。甚至人讲的话，咱听着袂解，咱完全不解。人袂解，咱完全不解，这叫做理顺。人讲的物件你听袂落，你完全就顺，这种叫做顺。这叫做改变，毋是对别人改变哦。别人要安怎甲你讲，你拢无法度去有利用，毋好对家己无法度改变。所以咱佛道，咱甲你讲一句话：缘起性空。缘起就是讲，我含一切诸事因缘内底当中，这因缘你安怎你拢无法度定。但是
成功就是你家己这个心起了一个无量，你家己这个心起了一个清净，伊咧讲命也好，咧讲开命也好，哦，咧讲的话我听得袂假也好，但是你拢爱转就好。你这个功夫呢，毋是叫人去转呢，别人是从你无啥去转呢。啊，安尼当中呢，咱今日你修完倒来，这当中有出问题，咱对家己理解。哦，这种是我第一个问题。那安尼当中，比如讲某件代志，阿某个代志，咱有经常讲咱的太太安怎，咱太太有经常讲咱安怎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拢安怎，两个拢安怎，心两安怎。但是，啊，如果今仔日一个安怎，一个转落正。啊，一个安怎，啊，一个怎，敢会当安怎？啊，就无两个特别安怎啊？你听有无？所以咱讲是要讲钱无两个袂当，敢是安尼？啊，咱今日逐个思想人拢转落正，一个无正要紧，一个转落正，迄无正较尾会正，你听有无？因为伊都无敌手啊，伊都无人迄个无人无人对碰啊，你听有无？伊本来就转了有人对碰，连伊较尾咪较好，敢是？所以修就是修家己。毋是要求别，这是真重要物件。啊，今日咱会当非常难得，咱邀请到咱任何李文雄李教授，甲你讲修道后的人生要安怎行啦当然，我相信讲，咱有经常会拢40年、30年、20年，咱拢行过。但咱行过，毋知安怎行。咱今日咱的时阵这个李文雄李教授伊这是一个。人和谐，咱任何做优质，而且点嘛说，今日就出邀请伊来今日的课语班甲咱做一个准备啦而且呢，因为我忙着这样的时间啦最后祝福咧各位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，今日礼拜天啦大家欢喜圆满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哦。